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呢一個超適合冬日 party 嘅妝容，又要夠 sweet，又要有啲型格，係貪心咗啲，不過唔緊要啦，我哋一齊試下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TB， 歡迎翻嚟我嘅頻道。妝前第一步先補足水同埋油，好似喺度醒膚咁，高保濕同埋精油撈埋喺一齊，咁樣撈均勻之後，上面放鬆一下，提升。按摩一下，等啲精油同埋高保濕慢慢吸收入去。有呢個工具呢，又好方便，撳一撳呢，你都會覺得溫熱好多。上完高保濕精油同埋做完呢個 facial 架之後呢，千祈唔好直接上粉底上妝喎，我哋係要先清潔一下，先至開始上妝噶。化妝水浸濕晒之後呢，開始清潔鼻翼呢度咧，法令紋呢度咧都要打圈清潔一下，咁樣都係俾你塊面飲飽水之後咧，你嘅皮膚就係彈彈潤潤噶啦。之後咧，我想我嘅皮膚更加之潤啲，我會用 Bobbi Brown 呢一支妝前淚，好似黐上去咁，保持一下，照顧一下呢啲細節嘅地方。仲有一個小秘技，你可以用你嘅美妝蛋撳一撳吸收一下，等你嘅美妝蛋有啲潤膚嘅打底，之後上妝會更加之滋潤啦。主打一啲都唔浪費，潤膚嘅同時呢，我哋潤下唇，上一個眼珠珠。妝前用一個保濕定妝噴霧嚟一層。之後我哋試一下新入嘅呢一支 mask 嘅粉底，呢個色號係 Light 2.5 Yukon， 佢嘅流動性好強，試下佢係咪好滋潤先。妝前淨係有護膚，之後呢，我哋直接試下呢支粉底嘅遮瑕同埋滋潤度，先塗喺面中呢一度，額頭、鼻梁、下巴，鋪開鋪均勻，拍啲粉底之後呢，上面拍開之後。睇下粉感呢都唔係好重，同埋都會有啲滋潤嘅感覺。再試下疊加一層，啱上面嘅時候呢，我嘅感覺會有一啲刺痛感，唔知你哋會唔會有呢？一啲好微嘅刺痛感，之後呢就冇㗎。你哋用呢一支粉底液呢，有咩心得可以留言分享俾我啊？我嘅皮膚色號呢都係算黃而白咁，用呢一個色號微提亮都唔會白得好誇張。RT 呢一個美妝蛋好用，推薦。呢一個係疊加咗2層嘅效果，遮瑕度會高啲，鼻翼呢一度呢都覆蓋得比較好。呢支粉底係有啲嘢喎，推薦。今次妝容呢想柔潤啲，所以我用2支定妝噴霧嚟定妝。定妝之前呢，檢查一下呢度織線，第一層、第二層。小風扇全方位咁樣吹一吹 ，so cute。Make Up For Ever 呢一隻散粉嚟定一下眼部。定妝之前咧，係檢查一下眼部有冇織線。拍上去之後呢，咁樣左右輕輕地掃一下，順便呢掃一下眉毛，避免之後呢度會織線卡粉。之後上 mask 嘅呢一隻腮紅做打底，呢個色號係 Tempted， 鋪喺眼窩呢度。照顧一下睫毛根部呢度，越到外邊呢就越淡。再用呢一隻色換一個更扁嘅眼影刷，眼角呢度先鋪一層，眼角呢度強調一下呢一個乾燥感。跟住我哋用 MAC 呢一塊淡淡嘅紫色 highlight， 呢個色號係 Soft Frost， 就喺眼窩呢一度。之後眼下再嚟啲淚溝嘅高光。睫毛根部咧，同埋下眼影咧，都係用呢一隻細節刷咁樣再照顧一下。之後攞出 CT 嘅呢一塊經典 Pillow Top， 我哋用呢一隻玫瑰金色咧做提亮，喺眼頭呢一度咧畫一個小絲，再嚟下邊淚溝高光，手指取呢一個 bling bling 嘅顏色。眼下中間呢度都嚟啲，再用一個細節刷取呢一個粉棕色畫下眼影嘅陰影，用呢個打底色過渡均勻一下，掃一掃我嘅眼睫毛根部就可以夾睫毛啦。之後用睫毛定型，我哋呢一邊睫毛呢，試下呢一支新嘅3支頭，先夾睫毛。我哋先試下呢一邊擦上去呢，我覺得呢個膏體呢係比較乾爽嘅，根根分明啲。再用呢一頭試下，呢
呢邊就係加濃加密之後嘅效果啦。如果你中意更加之根根分明、輕盈啲嘅節目咧，用頭先嗰頭就得噶啦。呢兩邊嘅效果，你哋更中意邊一邊呢？跟住我哋用 Bobbi Brown 呢一個眼線膏提起身眼皮，咁樣好似撳章咁樣撳上去都得噶。跟住下眼線，再嚟一邊嘅眼線，少量多次咁樣一啲啲咁加上去，填一填呢度三角區。之後呢，我加幾根魚仙子睫毛，咁樣疊加喺我嘅真睫毛嘅上邊，再疊加呢一個魚尾睫毛。OK， 貼好啦，我哋用呢一支再融合一下真假睫毛，跟住畫眉毛。我先用一個淺色後嘅眉粉做打底，之後再用一個淺色後嘅染眉膏。近排都好中意呢個淺眉毛，用我嘅淺色眉筆再補嘅筆，中意。用呢個 Canmake 嘅高光再嚟打啲高光。MAC 嘅呢兩個 highlight 再混合一下，細節刷。再加啲靈魂高光 Moonstone 呢一塊高光繼續加，跟住腮紅我用 NARS 同埋 Benefit 呢兩塊混合一下，喺外邊到入邊咁樣上。好中意呢兩隻比較健康嘅色澤。之後我再用呢一個淡淡嘅紫色再過渡一下我嘅腮紅顏色，跟住我用 MAC 呢一個經典 Omega 修容。鼻梁嚟啲深邃啲，同埋眉骨呢一度海鷗線收下容，輪廓清晰啲。下顎線清潔一下嘴呢度之後就可以上口紅啦。粉底撳一撳嘴邊呢度，之後我用呢兩支搭配一下 Fenty Beauty 同埋膠色，先用呢一支。先塗喺中間，唇刷掃開。呢個妝我唔想畫清晰嘅唇線咧，就可以用呢個唇刷咁樣渲染喺入邊呢一層塗滿顏色。Fenty Beauty 呢一支偏紫色嘅唇油，最後咧再嚟一層定妝噴霧，減弱啲粉感。嗨，換咗衫翻嚟啦。係咪好適合冬日嘅 party 啊？夠晒保暖又有型，化妝咧都係要玩開心同埋表達自己，冇乜嘢絕對嘅規則噶。如果你想睇有啲唔一樣嘅色彩搭配妝容咧，你可以睇我呢條片。記得 follow 同埋 like 我啊！我哋下次見啦，拜！更多實用嘅小技巧，我都幫你整理到呢一個播放列表啦。